是讲拢闽南一带来的，啊妈祖保护过，妈祖电线公出来，这个年代关系对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咱台湾的历史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有，台湾的历史从安平开始。谢教授指导方向，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。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，这本细本的哈，还有一本礼仪，这是平安护照。这回我们办16岁嘛，办16岁成年礼，第一张是成年礼，成年礼，作为的证件，我家各60家去，太岁，过平安桥，这个。家福赛新年，怎么礼仪，怎么拜，怎么挂杯，拢在这里。这是保障呢。这较方便。这些礼仪就重要。现在传承。有年轻来唔知安怎拜。安那嘿。边还有著名公神书啦。要拜神书。基本拢。这有讲大公安那拜谢谢感谢。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的。是头前去。迄阵呢，安尼怎样？安有看过啊？安尼有拜过啊？来民俗。来。所以湄洲郑成功请保护咱先民来说，来讨2尊去。过来讨2尊呢？讨2尊去，老三嘛，咱甲我2尊来保，所以中迄尊含其他2尊。手路都无相像。就是安尼吼。两身的妈祖是第一尊。拢3尊都2尊。拢是两身妈祖。去请去迄阵，迄2尊啦。到现在唔知去倒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倒去。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。中迄尊啦。唯一的本尊就是在安平家。所以你们仔细的看。到处各县市都有佛山妈祖，只有咱家这3尊挺慈祥，含宝的无相像，你可以甲瞧看。感谢，这拢有印出来，印里真的啦，印里这安平心里啦，这个啦，是啊。拢。这大妈有这文的呢，三妈母的呢。无，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，林木良嘛。妈祖是一尊。迄。那讲要2嘛3嘛是有妈祖的行为，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，所以这是本来3嘛，即卖变大嘛来。安尼哦，两尊请去。所以伫台湾人各种拢讲3嘛。留伫台湾是3嘛吼，中迄种3嘛吼。3嘛要讲啥啥？嘛是拢，这妈祖是林木良。爱讲林木良。嘛是林木良的。无再讲话，乌面3嘛。乌面含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。是啊。因为神明装起来。是啊。原底是拢水红色。是啊。这个乌是做了这香烟熏的啦。熏了乌的。熏的啦。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，唔得前2、3、4年，湄洲妈要来，有来遮讲。有来的哦。遮咱是欢迎啦，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。那啥物也要红包要啥物，所以这边不欢迎。他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面相显出来，伊遐显出来，倒一3嘛，较乌面妈祖就是一家嘛。是啊，妈祖是这。这里较久嘛。是，较久。乌面妈祖啦3嘛。3嘛哈。无来讲有名，无共款。拢嘛是讲林木良。林木良，对啦。不是3尊，就是有伊的行为，有伊的模范，他起来像妈祖。像妈祖。有呢，他咧帮忙做嘛。无伊早电视咧做乌面3嘛，他名他无共人。毋捌讲迄个名嘛。讲迄个名。
讲过啊，分文的舞的，服务生的，服务生的讲啊，这是黑面衫嘛，还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的保护郑成功的，请三尊来，请三尊来的啦，三尊，因过来讨2尊证。哦，啊，迄是去地梅州也请的。请的，梅州妈祖庙。嘿，梅州的定点嘛。哦，定点嘛吼。哦，请三尊来。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。哦，是个。啊，要甲请因唔敢撇嘛，所以我们请来。好。请来了后，台湾收复了后。哦，台湾收复了。伊郑成功过身去，里边的人知影，就要来讨回啦。哦。啊，这有个典故啦，啊，要讨的时阵。咱内地就食人讲无，啊叫找着，较用盘杯解决嘛。有讲有些典故，讲盘100杯用半来拨，较要请上。啊头一盘100杯去，这边佫反晓讲，咱嘛100杯就是大嘛，200就佫拨。啊2码大100杯，伊拢请落，啊剩3码，拨到99杯，第100杯去调治。中心园啊，天喺天馆哦。我咱庙中间迄个中心园嘛。哦，迄个中心。较因遐看讲啊，你免这里有人遐虔诚。哦。啊，转到3码就对啊。哦，是啊。啊，因甲加个再个装2尊啦。哦，是。变是3尊妈祖。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，台南市的人装的呢。嘿。哦。这尊来换起。哦，对。是啊，装来补啦。嘿，啊，这个变用迄阵3码先起做大嘛。哦，是啊。啊，甲2尊2码3码。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哟吼，敢是安尼较清楚啦。啊，所以这里那讲，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，啊，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，就是这个。郑成功1661年来啊，拢是讲迄个时阵来，所以300几年前。啊，妈祖啊，也是有郑成功请来，但其他也请来讲叫做护军嘛，保护军队。啊，其他遐有那先祖请来是地尊或者准阿妈。哦，准阿妈。啊，再分布到个地方。有大哥，这发展到对大家去。啊，咱祖先拢是信仰妈祖。是啊，祖先信仰妈祖，对福建都个，哦，有关系的，谢谢哈，感谢啊。时间在仓促啦，我就多聊一下。谢教授啦，吼，感谢啊，吼。啊，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就做啥？这赵将军。赵将军是要称呼是要做啥？拢称呼赵将军。称呼赵将军，有啥物典故的啦？吼。典故。感谢。这个讲了长啦。哦。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，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，以前还没有。康熙帝所在台湾。啊，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候，是拢派叫一个。什么营吼，拢派来遮，咧住啊，治安嘛，你当讲收话偌久，就等于换一批人。是啊。啊，所以伊来的时阵，拢是男人来嘛。男人来。我没有女人来。对。那么可能啊，也有一个，伊也未肯定的资料啦。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阵。是男人嘛，是啊，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，是啊，所以你甲看这2尊啊，2尊，迄边拢是较土著较相像，啊，这边就是较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，是，兵马俑差不多，所以可能安尼的，迄个时阵当时这2水是在地这个天惠宫向台南安平的守护神啦。安平的守护神啊。啊，可能也有这个
用意，这个解释啊，有这个。有这个给他们。哦，感谢。啊，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？天妃宫。天妃宫是第二妃啊。天妃的妃嘛，天后天妃。哦，对，本来妈祖叫天妃嘛。后来皇这妈天妃。22年来的时候才升级，才来尊称为天后。哦，对了，帮忙修台湾啊。这就比较，今嘛讲了讲这个庙的历史啦。感谢朱比啊！时间他来了。啊，感谢朱比，谢谢哦，哈，好，谢谢教授帮忙。感谢啊，先拜拜啦哈。好，感谢。好。啊，我有炸账，炸那个这摇铃的，谢谢啊。我该处理了，我还搁去顺一抓嘞。对，还去海参馆，还去延平街。海参馆我就是延平古堡嘞。海参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。兵营。啊，5个呢，5个馆呢。啊，伊伫遐就分做5个馆。啊，剩几个馆？嘛是。啊，个馆啊，拢伫啊。哦，啊，海参馆上出名。一间是兵营就对啦。是啊，啊，海参馆上出名呢。嘿。啊，无太拢，我们去找海参馆。海参馆就过去啊。海大镇。天兵派来，拢住伫遐。好兵营。嘿。好。好，感谢啊，谢谢教授，好，谢谢。感谢主持，好，感谢主持。是讲，拢闽南一带来的。哦。啊，妈祖。妈祖电线工出来，这个人代关系比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咱台湾的艺术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有，台湾的历史对安平开始。谢教授指导，分享。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，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。这本写本的哈。啊，还有一本礼仪。这是平安护照。这回。我们办16岁嘛，办16岁成人礼，第一张是成人礼，成人礼，作为的证件，国家各60家去，太岁，过平安桥，这个。家福赛新年，怎么礼仪怎么拜，怎么挂杯，拢在这里。这是保障呢。这较方便。这些礼仪足重要。这要传承。有年轻来唔知安那拜。安那嘿。边还有著名公神书啦。要拜的神书。基本拢。这有讲大公那拜哈。谢谢感谢。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头。是头前去。迄阵呢，安尼怎样？安有看过啊？安尼有拜过啊？来面是。来。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尊，来托2尊去。过来托2尊。托2尊去，老三嘛，咱甲我2尊来保，所以中迄尊含其他2尊。手路就无相像。就是安尼吼。拢新的妈祖是第尊。拢3尊拢2尊。拢新妈祖。去要请去迄2尊啦。到现在唔知去做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做嘢。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，用迄尊啦。唯一的本尊就是离西啦，安平家。太大天所以你们仔细的看。到处各县市总有佛山妈祖，只有咱家这3尊挺慈祥，含别位无相像，您可以甲瞧看。感谢，这拢有印出来，印尼真的啦，印尼这安平行李啦，这啦，是啊。拢。这大马有这文的呢，三马不文呢。无，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，你木梁嘛。妈祖是一尊。迄。那讲要2马3马是有妈祖的行为，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。所以这是本来3马，即摆变大马来。安尼哦，两尊请去。所以离台湾人讲拢讲3马。留伫台湾是3马哈，中迄种3马哈。3马要讲啥啥？嘛是拢，这妈祖是林木娘。讲林木娘。
嘛是林木良的。啊，无再讲话，迄乌面衫啊。乌面和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。哦，是啊。因为心明装起来，是啊。原底是拢水红色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这个乌是做了这香烟熏的啦。哦，所以分了乌的。嘿，熏的啦。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。无，毋过前年前2、3、4年，未收嘛要来，啊有来遮讲，有来着啊遮咱是欢迎啦，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，然什么，也要香，要红包要什么，所以这边不欢迎。他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面相显出来，伊遐显出来，做一衫嘛。较乌面妈祖，就是去遮嘛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妈祖是啊，这里较久嘛。啊，是，较久。乌面妈祖啊，哈。哦。衫嘛。衫嘛，哈。啊，无来讲有名，无共款。无，拢嘛是讲林木娘。对，林木娘，对啦。毋是三尊，就是有伊的行为，有伊的模范，较起来像妈祖。哦，像妈祖。有呢，但较咧帮忙大嘛。对哦，啊无伊早电视咧做乌面衫嘛，太名太无共人。毋捌讲迄个名嘛。讲迄个名。哦，讲过也分文咧舞诶。服务新咧讲啊，这是乌面衫嘛。啊是惊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咧，保护郑成功咧。请三尊来。请三尊来的啦。三尊，啊因过来讨2尊证。哦，啊，迄是去坐梅州遐请的。请的，梅州妈祖庙。嘿，梅州的定点嘛。哦，定点嘛吼。哦，请三尊来。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。哦，是个。啊，要甲请因唔敢撇嘛，所以我们请来。请来了后，台湾收复了后。哦，台湾收复了。伊郑成功过身去，迄边的人知影，都要来讨顿啦。哦。啊，这有一个典故啦，啊，要讨的时阵。咱内地就遮人讲无，啊叫找着，较用盘杯解决嘛。有讲有一典故，讲盘100杯用盘来拨，较要请上。啊头一盘100杯去，这边佫反晓讲，咱嘛100杯就是大嘛，200就佫拨。啊2嘛大100杯，伊拢请落去，啊剩3嘛，拨到99杯，第100杯去调治。中心营啊，天还宾馆哦。嘿，咱庙中间迄个中心营嘛。哦，迄个中心。较因遐看讲啊，你们这里的人遐虔诚。哦。啊，就按留衫嘛就对啊。哦，是啊。啊，因甲加个再个装2尊啦。哦，是。变是3尊妈祖。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，台南市的人装的呢。嘿。哦。这尊来换起。哦，对。是啊，装来补啦。嘿，啊，这个变用迄阵衫嘛，先起做大嘛。哦，是啊。甲2尊嘛衫嘛。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哟吼，感谢安尼较清楚啦。啊，所以这里那讲，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，祖先啊，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，就是这个。郑成功1661年来啊，拢是讲迄个时阵来，所以300几年前。啊，妈祖啊，遮是有根据是郑成功请来，但其他遮请来讲叫做护军嘛，保护军队。啊，其他遐有那先祖请来啊，是地尊或者尊阿妈。哦，尊阿妈。啊，再分布到个地方。有大哥，这发展到对大家去。啊，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。是啊，多数祖先信仰妈祖，对福建都惊。哦，有关系，谢谢哈，感谢啊。时间在仓促啦，我多聊一下。谢教授啦，吼，感谢啦，吼。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做啥？这赵将军。赵将军是要称呼是做啥？迄有名。拢称呼赵将军。称呼赵将军，有啥物典故的啦吼？典故。感谢。这个讲了长啦。哦，
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，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，以前还没有。康熙帝所在台湾。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候，是拢派叫有一个什么营吼，拢派来遮，咧住啊治安嘛，你当讲收的偌久，就等于换一批人。是啊。所以伊来的时阵，拢是男人来嘛。男人来，我们没有女人来。对。那么可能啊，也有一个，伊也未肯定的资料啦。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阵是男人嘛。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。所以你甲看这两尊啊。两尊。迄边拢是较土著较小声，这边就是较你看讲近这个郑成功来，兵马俑差不多，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，当时这两尊是在这个天惠宫向台南安平的。守保护神啦，安平的守护神啊，可能也有这个用意，这个解释啊，有这个，有这个结合的。感谢。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？天惠宫。天惠宫是第二惠啊。天惠的惠嘛，天和天惠。对，本来妈祖叫天惠嘛。后来皇这妈天惠。22年来的时候，才成就，他个尊称为天后。对啦，帮忙收台湾啊。这就比较，今嘛讲到讲这个庙的特殊啦。感谢主编啊。时间还来了。感谢主编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教授帮忙。感谢啊，先拜拜啦哈。好，感谢。好。我有炸酱，炸那个这羊铃的，谢谢啊。我该处理了，我还搁去顺一抓嘞。还去海山馆，还去延平街。海山馆我就是延平古堡嘞。海山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了。兵营。五个呢，5个馆呢。伊伫遐就分做5个馆。剩几个馆？嘛是。迄地啊，拢地啊。海山馆上出名。一间是兵营就对了。是啊，海山馆上出名呢。无等于拢我们去找海山馆。海山馆就过去啊。海单镇。天兵派来咧，拢住伫遐。兵营。好。好，感谢啊，谢教授啊，好，谢谢。感谢主编。好，感谢主编。是讲拢闽南一带来的。妈祖。电线工出来，这个人代关系对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咱台湾的历史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台湾的历史从安平开始。谢教授指导，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，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。这本写本的哈。还有一本礼仪。这是平安护照。这回。我们办16岁嘛，办16岁成年礼，第一张是成年礼，成年礼，作为的证件，国家各60家去，太岁，过平安桥，这个家福赛新年，怎么礼仪怎么拜，做挂杯，拢在这里。这是保障呢。这较方便。这些礼仪就最重要。现在传承。有年轻来唔知安怎拜。安那嘿。边还有著名公神书啦。还有拜神书。基本拢。这有讲大公安那拜哈。谢谢感谢。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头。伫头前去。迄阵呢，安尼怎样？安有看过啊？安尼有拜过啊？来面受。来。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说，来讨2尊去。过来讨2尊。讨2尊去，老三嘛，咱甲我2尊来保。所以中迄尊含其他2尊
手路都无相像。哦，就是安尼吼。两身的马祖是第尊。拢三尊拢两尊。两身马祖。啊，去要请去迄阵，迄两尊啊。哦。到现在唔知去倒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倒嘅。哦。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。本尊一家，中一尊啊。唯一的本尊就是在咱们安平家。还在天所以你们仔细的看，到处到各县市都有佛山妈祖，只有咱家这三尊挺慈祥，含宝位无相像，你可以甲瞧瞧看。哦，感谢，这拢有印出来，印尼真的啦，印尼这安平心里来这啦，是啊。拢有拢。啊，这大马有这文的呢，啊三马不文呢。无，拢。应该妈祖是一尊尔，林木良嘛。哦，妈祖是一尊。啊，迄那讲叫二马三马是有妈祖的行为，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。哦，所以这是本来三马，即卖变大马来。安尼哦，两尊请去。所以离台湾人讲拢讲三马。哦，留台湾是三马哈，中迄种三马哈。啊，三马要讲啥啥？嘛是拢，这妈祖是林木良。爱讲林木良。嘿，嘛是林木良的。啊，无再讲话，黑面三马。黑面和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。哦，是啊。因为神明升起来，是啊。原底是拢水红色。啊，是啊是啊。啊。这个乌是做了这香烟熏的啦。哦，所以熏了乌的。嘿，熏的啦。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，唔得前年前2-3-4年，未收马要来，啊有来遮讲。有来的哦。啊，遮咱是欢迎啦，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。那什么，也要红包要什么，所以这边不欢迎。他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面相显出来，伊遐显出来，倒一三马，较黑面妈祖，就是这些嘛。哦，是啊，妈祖是这。这里较久嘛。啊，是，较久。黑面妈祖啊哈。哦。三马。三马哈。啊，无来讲有名，无共款。无，拢嘛是讲林木良。对，林木良，对啦。不是三尊，就是有伊的行为，有伊的模范，他起来像妈祖。哦，像妈祖。有呢，他咧帮忙大马。对哦，啊无伊早电视咧做黑面三马，他名他无共人。毋共迄个名嘛。共迄个名。哦，讲过也分文咧舞的。服务新咧讲啊，这是黑面三马。咱是惊郑成功来帮忙，郑成功咧保护郑成功咧。请三尊来。请三尊来的啦。三尊，因过来讨2尊证。哦，是去地梅州遐请的。请的，梅州妈祖庙。嘿，梅州的定点嘛。哦，定点嘛哈。哦，请三尊来。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。哦，是个。要甲请因唔敢。撇嘛，所以我们请来，请来了后，台湾收复了后，伊郑成功过身去，迄边的人知影，都要来讨回来。这有个典故啦，要讨的时阵，咱内地就遮人讲无，叫找着，较用盘杯解决嘛。有讲有一典故，讲盘100杯，用半来拨，较要请上。头一盘100杯去。这边个反晓讲，那么700杯就是大马，200就个拨。2马大700杯，伊拢请落去，剩3马，拨到99杯，第100杯去调伫中心园啊。天馆哦。咱庙中间迄个中心园嘛。迄个中心。较因遐看讲，你们这里有人遐虔诚。转到3马就对啊。是啊。因甲个。加个三个装2尊啦。是。变是3尊妈祖。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，台南市的人装的呢。这尊来换去。对。
是啊，真来补啦。嘿，这个变用迄阵3码成绩都大嘛。哦，是啊。甲两阵嘛3码。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哟吼，敢是安尼较清楚啦。所以这里那讲，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，祖先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，就是这个电线讲1661年来啊，拢是讲迄个时阵来，所以300几年前，妈祖啊，假是有经过是电线讲请来，但其他只请来讲叫做护军嘛，保护军队，其他遐有那先做请来啊，是地船或者船阿妈，再分布到各地方。有大哥，这发展到对大家去。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。是啊，多数祖先信仰妈祖，对福建那个，有关的，谢谢哈，感谢啊。时间在仓促啦，我就多聊一下。谢教授啦，吼，感谢啦，吼。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做啥？这赵将军。赵将军是要称呼是有做啥？拢称呼赵将军。称呼赵将军，有啥物典故的啦，吼？典故。感谢。这个讲了长啦。哦。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，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，以前还没有。康熙帝所带台湾。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阵，是拢派只有一个什么营吼，拢派来遮，咧住治安嘛，你当讲守卫偌久，就等于换一批人。是啊。所以伊来的时阵，拢是男人来嘛。男人来，我没有女人来。对。那么可能啊，也有一个，也未肯定的资料啦。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是男人嘛。是啊。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。是啊。所以你甲看这两尊啊。两尊。迄边拢是看土著较相像这边就是看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。是。兵马俑差不多。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，当时这两尊是在这个天惠宫向台南岸边的。守护神啦，安平的守护神啊，可能也有这个用意，这个解释啊，有这个，有这个结合的。感谢。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？天惠宫。天惠宫是第二惠啊。天惠的惠嘛，天河天惠。对，本来妈祖是天惠嘛，后来这个康熙22年来的时候才升级，他个尊称为天后。对了，帮忙修台湾啊，这就比较，今嘛讲了讲这个庙的特殊啦。感谢主编啊，感谢主编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教授帮忙，感谢啊，先拜拜啦哈。好，感谢，好。我有炸账，炸那个这摇铃的，谢谢啊。我该处理了，我还搁去顺一抓嘞。还去海参馆，还去延平街。海参馆我就是。延平古堡嘞。海参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，拢兵营就对了。兵营。五个呢，5个馆呢。伊伫遐就分做5个馆。剩几个馆？嘛是。迄个啊，拢伫啊。海参馆上出名。一间是兵营就对了。是啊，海参馆上出名呢。无太拢我要去找海参馆。海参馆就过去啊。海单镇。天兵派来咧，拢住伫遐。兵营。好，感谢啊，谢教授，好，谢谢。感谢主编，好，感谢主编。是讲拢。